雨季来临，议员李宗翰上午的市政总质询，首先关心北江溪的疏浚工程。议员认为同款是疏浚，北环的嘉义同齐开发产业园区，因此将土方拢放伫咧南环的台南。议员烦恼影响到南环后壁区的地方功能，因此要求市府要向第5核选分数来反映。另外，伫咧交通改善方面，伫咧新营、中山甲伫中正路的圆环，因为出入的车辆多，加上路边还有行人步道等，市府对3档前就规划要来改善，不过到现在却一直无进度，要求市府相关单位要赶紧来施工。因为路幅太宽，导致于机车从最外侧进来的时候，最内侧的车子它是没有办法看到这台机车的，那导致于这样子的问题，其实我们在3年前就已经提出跟交通局来讨论，那版本也在2年前，我们跟周边的店家都确认好之后有所定案，那可是等了2年之后，却一直都没有进度，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提出来，标线的方案已经出来了。那现在因为涉及旁边的人行道的一些停车弯的处理，那公务局也已经5月初核定经费了。我想我们会一并的跟公务局的这个核定经费，因为请公所代办，那我们跟公所这个人行道的工程一起把这个标线处理起来。那公所回应大概是发包连施工大概要3个月，我想这3个月之内我们可以把整个工程以及标线部分把它完成。共款交通的问题，还有新东落街卡的机车专用道，议员表示，因为常常有汽车来开入去，严重影响到机车的安全。对此，交通局嘛回应，会伫咧路口进前来加强标示。台南新闻联跟杨顺怀采访报道。